呢個世界上人人都追求幸福，但係唔少人誤以為幸福就係追逐金錢。確實，金錢能為我哋帶嚟一定嘅快樂與自由。人若無錢，便處處受限，連基本嘅生活都難以保障。然而，金錢真係能夠等同於幸福嗎？恐怕未必。不論東方西方，許多有錢人都面臨住一種共通嘅困境，內心嘅空虛。作者認識一位朋友，曾經生活清貧，卻性格開朗。後嚟因為炒股票，資產突然增至數億，生活反而失去咗從前嘅光彩。佢同佢嘅屋企人日漸疏離，終日無所事事，常以釣魚消磨時光，眼神裏總係透住深深嘅迷惘。從佢嘅身上，作者深切體會到富有不等於幸福呢句說話嘅含義。真正嘅幸福其實源於內心嘅知足。只要我哋懂得知足，喺精神層面上，我哋與億萬富翁並無差別。當今時代科技日新月異，道德與信仰嘅根基似乎在晃動，整個社會風氣日趨功利，道德滑坡同信仰缺失成為咗隱憂。無論係公開嘅場合，還是私人交談，話題總離唔開金錢，甚至一些所謂嘅精英，佢哋都淨係關心邊個更有錢，點樣賺更多。呢種浮躁嘅價值觀下，好多珍貴嘅傳統精神漸漸被遺忘。財富並不必然伴隨高尚嘅品格。許多孩子熱衷於討論明星嘅外貌與流量，但係呢啲表象對追求精神深度嘅人嚟講並無意義。影視作品作為娛樂無可厚非，但係若果把熒幕中嘅形象當作為人生嘅偶像，則容易墮入虛妄嘅追逐。成年人終日關注人哋賺咗幾多錢，買咗幾多層樓，開緊啲咩車，仲將財富積累視為人生嘅目標。佢哋陷入無止境嘅攀比，總係向高處看齊。聽講某人入咗城之後，收入高，機會多，就一心想擠入呢個大城市。但係大城市嘅生活壓力往往係中小城市嘅幾倍，嗰度嘅生活未必如理想中咁美好。表面上睇，生活喺一二線城市嘅人光鮮亮麗，月收入遠高於小城鎮嘅人，令人羨慕。但係事實未必如此。例如喺北京、上海，月薪7、8千可能淨係夠應付基本嘅開銷，生活品質未必高於小城鎮月入2、3千嘅人。好多人淨係見到美好嘅一面就拼命追逐，最終身心俱疲，都仍然過唔上真正向往嘅生活。作者好欣賞歐洲一啲國家人們嘅生活態度，好似喺德國、英國、法國，人們唔係太在意你開緊咩車、着咩名牌，每個人都依循住自己嘅經濟條件從容生活，較少與人攀比，呢啲先至係生活應有嘅樣子。一個人嘅內在價值並唔會因為你穿戴奢侈品而提升，咁又何必喺物質上進行無謂嘅比較呢？現實中，許多人缺乏獨立思考嘅能力，亦都未曾建立清晰嘅人生觀。佢哋習慣於盲從，別人做咩，自己又做乜；別人追求啲乜嘢，自己又追求啲乜。佢哋總係隨波逐流，最終只會越嚟越攰，內心越嚟越空。當然，普通人產生比較之心係人之常情，但既然要比，就應看得全面，既要向上看，亦都要向下看。可惜作者見到嘅好多人都淨係願意同比自己強嘅人比，唔願看向不如自己嘅人。例如見到某位同學事業成功、財富豐厚，就會感到失落。其實只要睇下嗰啲仍然在為溫飽奔波嘅人，就能夠體會到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嘅踏實。滿足感同幸福感亦都會油然而生。遺憾嘅係，能做到理性比較嘅人並唔多，大多數人都只會向上看，為自己不如人而煩惱。但係生活終究係自己嘅，何必總活在別人嘅影子下？作者見過好多商人賺咗100萬就諗住1000萬，有咗1000萬又追求1億，有咗1億啦，仲夢想10億。人心猶如無底之洞，永遠難以填滿。
如果唔學會平衡慾望，安心當下，我哋又怎能夠真正活得從容快樂呢？